后来刷落来这段时间，有真侪出国去发展的民众要回来台湾过年，讲检疫旅馆一房难求，而且房间起价咯，起甲真无理由。这个过年价竟然是起超过50%。本地这个1900块的房间型起超过3000，2900的是起超过4000。交通部长王国材讲，旅馆若是无合理起价超过2成，就要来停止补助。嘛体谅业者成本的负担，所以政府嘛来调悬到每一天的补助金，为1000块调到1500块。讲咱的民众，回讲若是订无旅馆，嘛会当订这个集中的检疫所。中央将要提供到21600间的房间，明仔载就会当开始注文。检疫旅馆伫过年前找无房间，指挥中心决定7+7的检疫方案。今麦听讲民众伫问房间的时，发现业者已经有起价啊。再锁定一家在新北市的旅馆，在目前的时候一个晚上是2800元，但到了1月要隔离的时候，还不是春节，却涨到了3500元。这个涨价的过程是什么？也许主管机关可以为我们消费者来做把关。那一直发现这个问题，并且嘛有人伫反映，看到一个7000的房间。加一个人爱加3000块，改做7+7了后，房间计数一天起1500块，等于是同款的钱减大3天。计数确实有变动，有的标准的双人房为1900块，到过年时超过3000、4000块嘛有。为了防止乌白起价，交通部观光局有提出新的规范。如果照它原来的价格超出20%，就叫做哄抬价格啊。如果有这样的行为，我们现在每一房1天1000块就会停止补助。禁起令11月底就实施，除了规范嘛，宣布为12月14起到明年2月14，每一间房间每一间补助为1000提悬到1500块，体谅业者的成本负担。会使发现讲1月7开始，上北桃园拢差不多无房间啊，干那花东还有空间。集中检疫所中央就会准备差不多21000间的房间，拜三会开放注文。只能讲要订房间，唔若爱有钱，当时骹手嘛爱紧。